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南投的草屯，刮刮乐300万头奖的得主现身了，是一个30岁的小姐。伊讲伊扣到300万的迄个瞬间，两只手是皮皮喘。彩券行门口一套早就民众排队买彩券，原来这个所在有人中刮刮乐300万。你知道你中300万吗？那时候不知道，就最后一个字母3万才知道。考到300万的，就是伊30岁李小姐，今年正月初2，伊等去南投草屯的后头厝，甲亲友做伙到财神庙拜拜。随后到附近的彩券行一组算刮刮乐金麻雀，想未到竟然考到头奖。手发抖啊，看得懂啊。对，就是有点不太敢相信。对，就是买一买，就这样，这里摸一下肚子，弥勒佛的肚子。为什么要摸你弥勒佛的肚子？人家说弥勒佛是发财。彩券行的业者讲，过年前才带甲厝内人咧讲，那会店内拢无开过头彩，后生嘛走去求财神开出头彩，想袂到真正成真。头家讲要请戏团去财神庙做大戏行愿，感谢神明的照顾。